这个月中，年过煞，全国各县市的农会甲渔会就要陆续进行改选，为了避免乌队介入，这全台警察呢拢照叮当动员将近3000万人次，3万人次。咧所说呢，甲临检将近有7000个帮派出入的这个场所，抄到这个治病对象，也就是掠到呢100人，帮派成员嘛将近700个人，更加抄到将近100几个枪，也有真济毒品。刑事局统计发现讲，这个帮派分子即马主要开设的拢是暴力讨笑，还是恐吓取财。其中未少嫌犯伫犯案的过程中，自称是统促党的干部。 40台跑车总价值超过5亿，车队做结婚礼车，新郎是艺人丁玲的亲小弟，搁一个新婚天道明不倒会二人副会长。5年外前请赢补办婚宴，即马说因为暴力讨笑、含杠恐吓扣了。 会长、副会长、有干部，因为涉嫌西人细汉的洗车弄被害者的亲戚朋友，搁用假车号或者是惊偷看人的车，骗保险公司的钱。全台湾警察要甲伊抓起来，搁抓到敌联邦重要的干部。敌联邦地堂阿力奇当时嘛是统促党中央委员和复兴党部的主任委员，率含地堂双号会长，作为骗被害者抢本票。 过度书告照记，另外讲家己是统促党副队长的嫌犯，利用被害者包工程、讲伊工程共称的时间，拢总计卡油70万。霸占地盘，威胁各地的建商，以及国家的重大的一些公共工程的业者啊，警政署绝对不会宽待。要甲乌队拢抓起来，警察派要3万人来斗相共，希望农渔会选举会当正正当当，无出奥步。